台湾本地细蕊的野生兰花受草哦，因为伫清明节前后大开，所以又个叫做清明草。嘛，因为数量真少哦，算是量要绝种的食物咯。最近有民众伫台南的巴克勒公园看到这款兰花，相关单位就赶紧来围巾介绍，嘛呼吁民众都唔通乌白板。用手做比对，白色清明草的花是以假咧强的红色生起嚟，而且细蕊甲若无斟酌看，可能会无看到。这是台湾本地上细蕊的野生兰花清明草。最近有民众发现伫台南北克咧公园也看到。因为我比较运动，我看到围安尼，我唔知是什么花啊，我看的呢。你要水源，还有那个整个地方没有污染，它才会生长出来。非常少，它很挑地点的。然后呢，它说清明节那时候才会出现。即天到现场巡逻，清明草发的所在也有起红色线，就惊细粒子的清明草，互民众大概冷气。清明草是台湾原生兰花，而且是上细蕊的。清明前后会开花，才会互号做清明草。过去因为西拖地受损断，搁定定互民众搬来做药草。台湾野生的清明草已经强要消失。寿草啊，跟金线莲一样啊，它平常啊看起来叶子啊不会很特殊。跟那个杂草一样，但是开花的时候啊，又跟金线莲一样，会开出一穗长长的花穗啊，像兰花一样。它因为它开花期很短嘛，一般在清明节前后。居民也不要想说要摘回家，因为虽然说它在中药上会有一些什么药效，可是我们一般都不需要这些东西。那你摘回去也不太容易活，其实是浪费。公务局表示，台南若要看清明草，敢若巴克勒纪念公园看得到，希望民众爱加爱惜。若发现有毁损，会以市价6倍金额，甲民众讨赔偿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